世间无常，人生如梦，无论贵贱咸愚，谁能逃离生老病死？然而，阿弥陀佛已为我们早早成就最圆满的救度。只要称念佛名，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纵然业障深重，也能当下蒙佛光明摄取。若寿命未尽，能消业离苦；若寿命已终，佛必接引往生极乐。极乐世界，莲花化生，永无堕落，往生即成佛，圆满解脱。愿一切众生都能信受佛言，放下疑虑，称念佛名，同登莲池海会，永离六道苦轮。